喺度住真係爽啊！住元朗特別爽，大馬路美食多，老婆餅佢有名，食涼粉揾啲仔，炭山蠔流浮山揾阿星嘆咖喱，要浪漫下白泥，鹹蛋黃任你睇，影雀仔到米埔，騎馬仔好盞鬼。荔枝園去大棠，要尋幽18鄉，要探秘就8鄉，加州蠔感受靜，住錦田新壯店 ，YOHO Park 風景好，尋伊甸揾亞苑，齊血拼去景點，市中心到 YOHO， 所以話住元朗。玩好啲，食好啲，何其爽，何其爽！想知道多啲元朗嘅樓盤資訊同消閒好去處，記住喺呢個10月嚟元朗攞返本啦！360物業網乜都睇晒。